朗普簽署嘅對等關稅行政令，正喺世界範圍內掀起一陣狂風巨浪。世界各主要國家同地區對此都做出咗一定反應，而中國則係目前唯一一個採取行動進行加碼反制嘅國家。全球關稅戰會否演變為中美之戰呢？世界經濟又會唔會由此進入大衰退呢？中國能唔能夠藉此拉攏同樣承受重壓嘅美國傳統盟友呢？呢啲都係好多人嘅疑惑，亦係關稅戰走向嘅重要觀察面向。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 Kevin Hassett 話，特朗普整個週末都喺同世界各國領導人交談。特朗普公開話已經接到咗50幾個國家領導人嘅通話請求，希望洽談關稅。大多數國家第一時間嘅反應係積極想同美國溝通，試圖提供談判解決問題。就連對宣布將動用關稅反制武器嘅歐盟，佢哋嘅態度亦係唔希望以牙還牙。但係中國嘅態度就係奉陪到底，除咗對美國輸華商品加徵34%關稅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發表談話都提到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將奉陪到底。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稱，中國絕對唔會向美國新加徵關稅低頭。同其他國家領導人紛紛致電特朗普，紛紛訪問華盛頓唔同，中國雖話願意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，但中美兩國談判解決問題嘅氛圍並唔具備。輿論對中美領導人短期內談判解決問題都唔樂觀。美國主動發起貿易戰，唔可能冇任何動作下，中美就開始談判。點解中國態度如此強硬，敢於奉陪到底呢？對於其他國家嚟講，關稅係單純嘅經濟問題，係呢啲國家同美國嘅經濟糾紛。但係對中國嚟講，貿易戰係經濟戰，亦都係政治外交戰。中國作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，作為新興國家嘅代表，作為積極謀求國際地位嘅國家，唔可能對美國低頭，更唔可能當美國一施壓，中國就馬上妥協。同獨立自主自強嘅民族氣節唔符合嘅事情，中國係唔會去做嘅。發展嘅道路唔止美國一條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係中國豎起嘅大旗，呢杆旗幟唔會輕易就倒下。呢個係大政治、大外交。如果連中國都妥協咗，咁呢個世界就永遠係美國單極霸權嘅世界。時代已經變遷，美國嘅單極霸權已經衰落，國際大勢俾咗中國去 say no 嘅空間。特朗普第2任期發起嘅呢次貿易戰，最大特點係全球性。美國嘅目標唔止係中國，包括美國盟友在內嘅日本、韓國、歐洲等經貿發達嘅國家都喺其中。美國嘅目標眾多，中國潛在可合作嘅對象亦都眾多。中國應對嘅可伸縮彈性空間就越大。中國俾其他國家暗示咗另外一條應對貿易戰嘅出路。中國喺反抗美國霸權嘅對岸，耐心咁等住一班願意反抗嘅朋友，俾其他國家明白，如果同美國談判破裂，仲有選擇空間。中國已經係房間裏面嘅大將，喺關鍵時刻充當領頭羊係必然大勢，亦都係中國嘅機會。同其他國家頭一次遭遇美國嘅關稅襲擊唔同，中國喺2018年就嘗到咗特朗普關稅炮彈嘅滋味。中美貿易戰打到而家已經7-8年時間，中國有應對美國關稅嘅心理準備，亦有同美國談判嘅經驗。仲逐步構建咗可以抵禦貿易戰衝擊嘅經濟體系，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合作，開拓更廣闊嘅國際市場，促進國內國際經濟大循環等等舉措嘅推進都相對順利。2024年，美國僅佔中國出口總額嘅14.7%，低於貿易戰爆發前嘅2017年嘅19%。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由2006年峰值嘅64.2%降至目前唔到35%，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已超過70%。打貿易戰比拼嘅唔係邊個嘅態度強硬，而係邊個更實力雄厚，邊個產業鏈更完備。作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家，中國工業體系較為完備，經濟規模龐大，絕對有籌碼打呢場關稅戰。另一邊廂，美國前財長現時係哈佛大學教授嘅薩默斯接受彭博訪問時稱，
美國將首次因為自身政策而面臨衰退，挑戰並非來自外部，而係源自特朗普嘅言行。薩默斯話，特朗普嘅關稅甚至超過1930年經濟大蕭條嘅關稅水平，令美國好可能邁向經濟衰退，將有額外200萬人加入失業大軍，估計每個家庭嘅收入損失至少$5000。薩默斯表示，金融市場正就關稅嘅影響發出明確信號，每當出現關稅放寬嘅消息，股市就會大幅上升；一旦關稅繼續推進，股市就會大跌。喺衰退嘅情況下，股市將跌至遠低於目前水平。如果話股市現階段已經見底，呢個說法未免太樂觀啦。薩默斯又指，美國經濟下行將帶嚟不同負面影響，包括財赤擴大，不但影響高風險企業，全球經濟中高風險嘅國家亦將出現財務危機。佢認為特朗普嘅關稅計劃未來數週將面臨非常重要嘅抉擇，而明智嘅做法就係撤回有關政策，美國經濟就會回復正常。財富雜誌福布斯報導，特朗普上週宣布開徵對等關稅之後，不但衝擊全球經濟，特朗普身家亦大縮水。估計特朗普持有嘅股票同私人資產由總值47億美元跌至42億美元，足足蒸發5億美元。據報特朗普自1月上任以嚟，財富已經減少24億美元，多位富豪身家亦縮水，包括領導美國政府效率部嘅富豪馬斯克，截至3月，個人財富已蒸發1480億美元。所以唔好低估中國奉陪到底嘅決心，因為喺中方角度，奉陪到底固然有成本，但計算長遠，完全值得放手一搏。同時，亦都唔好高估美國打關稅戰嘅能力，因為美國此輪關稅戰帶有全球性，呢種與全世界為敵嘅做法，不可避免會對美國自身造成負面影響。當進口貨品漲價，就轉為通脹壓力，拖累美國經濟與貿易競爭力，並且亦會損害消費者利益。美國民眾會以自己嘅方式做出反制。所以唔好低估中國奉陪到底嘅決心，因為喺中方角度，奉陪到底固然有成本，但計算長遠，完全值得放手一搏。同時，亦都唔好高估美國打關稅戰嘅能力，因為美國此輪關稅戰帶有全球性，呢種與全世界為敵嘅做法，不可避免會對美國自身造成負面影響。當進口貨品漲價，就轉為通脹壓力，拖累美國經濟與貿易競爭力，並且亦會損害消費者利益。美國民眾會以自己嘅方式做出反制。歷史讓我哋知道，關稅戰最終只會兩敗俱傷，或者你能走到最後，但可能到呢個時候，你已經遍體鱗傷啦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喺最後澄清一點，我並冇偏幫任何國家或者任何人，我只希望用一個更好嘅方法解決國與國之間嘅利益衝突。你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。